宜湾陈树平的集训台顶，今年放2部大便形状的填充物，甚至吹笼内面还有1部黏黏的大便点心。其实宜湾陈树平摆这道具心情是相当震动，伊认为市长拄咧食胖胖的肉色饭宣传，结果伊只是因为建议新的图书总馆爱规划公车停靠，却被高雄局的职员上网爱伊食屎，根本是无法无天。我看到你安尼迄落食肉色饭，但是咱市府的官员却要我们议员吃大便。我替地方争取，我替地方发声，我执行我的监督。安尼煞来互恁官员，叫我吃大便，我是感觉讲难不成要我们成为一言堂吗？难不成要我们做无言的议员吗？当然不是。质询当中，议员认为伊将近27天来监督市府袂乌白骂官员，结果伊报案以后，竟然查出是公务人员上网的侮辱，所以已经提出妨害名誉甲公然侮辱的告诉。对此，市长甲局长拢亲自道歉，嘛表示严办。觉得这是不应该的，而且应该第一个，议员要用提出一个司法的诉求，我们尊重。第二个，对于市府内部对于同仁有对于议员的一个质询也好，或是问政诉求有不当的表示，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应该要受到一些处置，不管是基层、中层或是高层，如果有不当的言论，都应该受到自己要负起责任，也应该受到必要的行政处分。对于这个同仁，他执行业务上因为受不了压力，到这个议员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不当的言论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我觉得对于市政府的这个名誉受到很大的损害，当然也直接的损及了这个议员的这个声誉。那我想我们一定会做这个最清楚的调查跟最严厉的处分。面对议员质询监督却接受这款的侮辱，议长郭信良会长嘛公开消停，无容忍这款的代志再次发生。台南市政府呢，身为呢被监督的单位，这种的行为是大大不应该啊！不但呢使得议会两会府的和谐呢产生着足大的变化以外，也对呢市府呢是毋是也有相关的人员的网军呢，对着议员呢进行着反监督的行为。来做出的网络的诋毁，也在诽谤，也在带风向球的这种情形呢，请他的市长呢要严加的彻查。根据市府调查，该名职员是高雄局公共运输处承办人员，号名 Emily 的女性员工。伊伫这个月19号陈树平质询过后，伫议员脸书留言，才列出一段风波，先接受调离现职的行政处分。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